陳美儀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同事，我今日嘅問題係關於水域嘅管理。2015年12月16號，中央政府為咗澳門咧明確咗水域管理，明確咗有85平方公里嘅水域管理範圍。呢個係為特區經濟多元發展咧同埋長期繁榮穩定咧創造咗新嘅條件。喺舊年11月咧，長官咧就喺立法會嘅施政報告嗰度咧就水域嘅問題咧，你曾經咧就表示過。當時咧，你話本澳咧目前有3項嘅工作，分別咧就係完善法律法規、人力資源同埋設施設備嘅配置。下一步咧先謀劃咧未來嘅海洋經濟發展。咁我想請問下，目前呢3項嘅工作分別咧進展係點呢？喺水域管理立法規劃海洋功能方面有咩進展？圍繞海洋運輸、防洪清淤、海洋嘅環境監測、海上治安、水利交通等具體嘅專業性領域工作，而家目前咧有啲咩進展呢？閣下有冇要求咧行政部門幾時能夠將海域嘅管理工作咧納入正軌？雖然頭先長官咧喺答之前議員嘅問題嗰度咧有答到有啲係水域管理嘅，但係呢個咧只係我當中問題嘅一小部分啫。仲有好多工作咧，我哋係未睇到有啲乜嘢嘅公佈出嚟。例如就係好簡單做一個例子，就係而家我哋啲交通咧咁塞車，譬如有冇考慮過會做填海啦、做路啦？例如就話我哋輕軌能唔能夠澳門段喺海上面做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啲問題。即係我個問題咧就係全部都係圍繞喺水域嘅管理。我想聽下政府有啲乜嘢嘅構思。多謝。請行政長官閣下。多謝主席，多謝陳美儀議員嘅問題。關於水域管理呢，我上一次答問係講咗3項工作，我就呢3項呢向大家報告一下。喺推進立法工作方面呢，喺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嘅時候呢，政府已經係頒布咗3項必備嘅行政法規，係包括咗訂定船舶通行、船舶上人員嘅規範啦，海上傾倒疏浚物管理制度啦，同埋修改海事及水務局嘅組織及運作。呢個主要呢係修改海事管理嘅必備法規嚟嘅。咁為咗確立水域開發利用嘅基本原則呢，法務同埋海事部門呢，現在正分別草擬緊海域綱要法嘅法律法案，以及相關嘅補充性行政法規草案。我哋希望爭取呢今年內呢係完成嘅。由於特區政府將加強部門嘅協調管理海洋事務嘅職責呢，為此呢將進一步修改相關行政法規呢，係要配合管理海洋事務嘅需要嘅。而正在落實嘅3份合作安排呢，就係我哋得到中央嘅支持啦。中央相關部委同澳門特區政府呢，喺年初嘅時候呢，係簽署咗3份涉及海事、水利同埋海洋規範嘅合作安排。特區政府一直同內地嘅海事、水利、海洋主管部門呢，係保持密切嘅溝通。而喺呢3份嘅合作安排框架下呢，我哋進行緊磋商同埋有序進行有關工作。目前嘅進展呢係順利嘅。喺加強海上保安嘅工作方面呢，澳門海關已經與海關總署喺預防同埋打擊犯罪合作嘅事宜呢達成共識。我哋將於喺今年嘅5月份呢係簽署相關協議落實並將實施，以增加同埋調配相關海上保安人員持續監管澳門嘅水域呢，未來亦有計劃增聘人員持續加強培訓，主要係快速應對海上嘅突發事件。而家我哋亦都呢喺澳門嘅海關呢係增設咗3個海上運作嘅基地，係正常咁運作呢，係加強呢個點對點呢快速嘅回應能力。喺加強海事管理方面呢，海事部門正係開展緊軟硬件設備嘅工作，包括更新海圖、設立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強化船舶航行監察系統、加裝海事監察雷達、增設辦公站點、增添工作船以及增聘海事、海洋等範疇嘅人員嚟到去滿足管理呢工作所需要嘅。關於開展海洋管理、利用同埋保護規劃相關嘅研究呢，特區政府正係籌劃展開一系列海洋管理、利用、保護相關嘅科學研究，
透過專業嘅研究團隊呢，制定可持續嘅海洋發展計劃。呢個亦都咧得到內地嘅相關嘅部委嘅支持嘅。至於剛才談及有冇利用海域去解決交通嘅問題呢？呢個羅司長嘅部門同我呢，正係亦都係研究緊。但係剛才所講嘅幾個步驟呢，係應國家必須呢，我哋喺近期內呢處理好，能夠完善管理呢個海域。而最終呢個海域呢，係希望能夠支持到澳門呢係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亦都希望有一個比較完善嘅規劃嘅。多謝主席。